去超市買餸1個月都用成幾千蚊。你知唔知邊張信用卡回贈最多？ Mox Credit 由渣打旗下 Mox Bank 發行，終身免年費，係一張純數碼信用卡。發卡機構係 Mastercard， 全程用手機 App 申請同管理。Mox Credit 最大賣點係全港超市消費享 3% 無上限現金回贈。惠康、百佳、Donkey、HKTV Mall， 任何超市都計，冇上限，冇最低簽賬要求。除咗超市，其他所有消費基本有 1% 回贈。如果你解鎖咗全方位回贈，食飯、購物、搭車全部享 2% 無上限回贈。2026年4月起，解鎖條件改為每月僱主經轉數快出糧至少25,000蚊到 Mox 戶口。另一途徑係達到 Mox Plus 資格，即係月均存款至少60萬。新客戶批卡後，首60日係蜜月期，唔使任何條件自動解鎖。你可以盡情賺 2% 回贈或者里數。建議將大額消費集中喺呢段時間。迎新優惠方面，由即日起至2026年6月30號，有3個方案可以揀。用邀請碼1500 Mox 開戶加申請信用卡，消費滿4000蚊，最高賺1500蚊現金獎賞。用 Mox Travel消費加存款最高賺28,500亞洲萬里通里數。用 MoxSmart 喺 Uber、Kia、淘寶指定平台消費享全年2成回贈。申請完全數碼化，下載 Mox App， 影低身份證，幾分鐘就完成開戶。合資格客戶數秒內即時批核，即刻綁定 Apple Pay 或者 Google Pay 用得。呢張卡係 Debit 同 Credit 2合1設計，可以喺 App 即時切換。實體卡唔顯示卡號、有效期同 CVV， 全部資料只喺 App 睇到，大大提升安全。單筆消費滿400蚊就可以申請即時分期，還款期由3個月至60個月任揀。指定商戶如 CSL、1010、小米提供零利息、零手續費分期。Mox 係全港唯一支援信用額經轉數快轉賬嘅銀行。你可以用信用額交租、繳費，享最長56日免息還款期。除咗現金回贈，你可以隨時喺App切換到里數模式。解鎖後每簽4蚊就得1個亞洲萬里通里數，仲豁免 1.95% 外幣手續費。同其他卡比較下， Mox Credit 超市 3% 無上限回贈，終身免年費，需出糧解鎖先有全方位 2% 回贈。渣打 Smart 指定商戶 5% 回贈，但係有每月5000蚊上限。信銀國際 Motion 外幣簽賬 10% 回贈，年薪要求較高。Citi 八達通白金卡交通回贈最多，但係食肆回贈得 1%。用 Mox Credit 有幾個要注意。第一，未解鎖時全方位回贈得 1%， 同普通卡冇分別。第二，現金回贈模式下外幣簽賬照收 1.95% 手續費，出遊前記得轉里數模式。第三，未解鎖時，每次切換回贈模式要收50蚊手續費，建議解鎖後先切換。呢張卡適合4類人。第一，成日去超市買餸嘅家庭。第二，月薪25000以上可以出糧解鎖嘅上班族。第三，鍾意處理數去旅行嘅人士。
第四，想試用數碼銀行嘅年輕人，蜜月期零門檻試用。幫你總結 ，Mox Credit 終身免年費，全港超市3%無上限回贈，出糧解鎖後全方位2%回贈，迎新高達1,500蚊現金或者28,500里數，一張卡滿足日常消費同里數需要。如果呢條片幫到你，記得按讚同分享俾身邊親友。想睇更多信用卡評測，上 worldinews.com 瀏覽更多金融資訊。歡迎訂閱本頻道，或者上 worldinews.com 網站瀏覽更多金融資訊。我哋下次見。